现代台语版圣经罗马书第8章。安尼，遐个甲基督耶稣结合的人就无受定罪，因为通过基督耶稣，迄个赐活命的圣神的法则已经有透放咱脱离罪甲死的法则。因为人的本性软弱，律法做袂到的，上帝有做成，伊找家己的囝，处甲人共款为犯罪的本性，宣判人本性的罪做有罪来处理罪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律法正当的要求，会当实现伫咱遮个无照本性，是照圣神的引带得生活的人。因为顺坦本性的人意向本性的事，毋过顺坦圣神的人意向圣神的事。意向本性，结果是死；意向圣神，会得到活命甲和睦。安尼，意向本性是抵着上帝，因为无顺服上帝的律法，其实嘛无法度顺服。顺服本性的人，袂当互上帝欢喜。既然上帝的神有踮伫恁内面，恁就毋是属本性，是属圣神。人若无基督的神，就无属基督。基督若踮伫恁内面，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，上帝的神会互恁活，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上帝的神有互耶稣对世人中搁活，即个神若踮伫恁内面，即位互基督对世人中搁活的上帝，会通过踮伫恁内面的圣神，互恁未死的身躯得到活命。兄弟姊妹，安尼看，咱有欠债。不过，毋是欠本性的债，趁本性得活。你若趁本性活，会直到死；你若靠圣神度灭肉欲的行为，就会活。互上帝的神引带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囝儿，因为恁对上帝领受的圣神，毋是要互恁搁倒转去做奴隶。要生活伫惊吓中，恁领受的圣神是要互恁诚做上帝的囝儿。靠即位圣神，咱通大声叫阿爸爸啊！圣神本身甲咱的神做伙作证，讲咱是上帝的囝儿。既然咱是囝儿，就是继承人，是上帝的继承人，甲基督平平做继承人。既然咱甲基督同受苦，是要互咱嘛甲伊同受荣光。我想，现今即个时的苦难，甲将来得要对咱显现的荣光袂必得。被造物迫切地听候上帝正囝儿的显现，因为被造物袂当达到受造的目的。毋是出自因的本意，是上帝的旨意。不过，被造物还得仰望，有一日，因本身嘛会受透放来脱离会败坏的拘束，通甲上帝的囝儿分享荣光的自由。咱知，所有被造物到现在还做伙伫痛苦哀叫，做伙经验摧尽的苦痛。毋若受造物，连咱才会得到圣神做头水的果子的，嘛得吐气听候上帝接来咱做伊的囝儿，互咱规个人拢得到赎回。因为咱靠即款仰望得到救，看袂到的仰望毋是仰望，看袂到的哪着仰望。咱若仰望迄个看袂到的，就会忍耐听候。亲像安尼，
咱软弱诶时，圣神嘛有伫甲咱扶持，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。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诶吐开，替咱祈求。了解人内心诶上帝，明白圣神诶意思，因为圣神照上帝旨意替信徒祈求。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，互遐个听上帝人，就照伊家己诶旨意选调诶，拢有利益。因为上帝有先捌诶人，嘛有先决定，互因甲伊诶囝诶形象相同，通互伊诶囝伫侪侪兄弟中做大囝。搁伊有先决定诶人，伊嘛甲因警调；伊警调诶人，伊嘛甲因宣判做义人；伊宣判做义人诶，伊嘛互因得到荣光。关系遮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上帝若为咱，啥人会当抵着咱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，减袂将万物嘛白白赐互咱？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，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？若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无，基督耶稣已经死，搁上帝有替伊对死人中搁活，呾坐伫上帝正边，伫替咱祈求。啥人会当测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迫害，是夭饿，是散赤，是危险，还是惨死？照圣经所记载，因为你的缘故，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，人看阮亲像要互人杀的羊，拢毋是。伫这一切的代志，咱靠疼咱的上帝得胜到有剩。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，还是权力者，是现今还是将来的，是天顶还是地下的神灵，还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测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